揸住支筆，親手寫信，有人覺得比起其他通訊方式更加美好。親手寫出嚟咧，可以睇到佢筆跡嗰個力量啊，可以睇到大家寫嘅嘢咧，我覺得係親切感多啲嘅。由認識、拍拖到結咗婚，佢哋都堅持用紙筆傳情。兩公婆拗交咧，就係你一句我一句咧，一定會嗌交嘅。咁變咗咪喺封信嘅寫翻低，大家可以有個緩和啊，唔會兩個真係硬拳硬爆咁，大家去冚咯。人生有限，不過書信留低嘅情感就延綿不絕。如果日後我再年紀大咗，我唔記得嘢嘅時候，我就要靠呢啲書信去回味翻我之前我哋嘅相處。你問我信係代表啲咩？一個感情啊，一個人掂過嘅嘢交到你手上，真係表達到一個人嘅心。36歲喺保險公司做財務策劃嘅黃長貴，每一晚大約6點放工之後，都要搭個幾鐘頭車返屯門屋企。Train to Chitford is arriving. 唔少人都會趁坐車補眠或者睇手機，不過黃長貴就會攞起筆同埋紙寫信俾筆友。我又好習慣搭車嘅時候會寫啲信啦，或者我喺餐廳等人嘅時候有啲時間嘅時候，我又會攞支筆去寫啲信。我覺得係寫信呢樣嘢咧，係嗰一刻嘅感覺咧，你就好想快啲寫完俾佢咁樣。黃長貴話：每一日返屋企最期待嘅就係打開信箱嘅一刻。我就會睇下啊，邊個筆友寫信俾我咧？我寫俾佢嗰個回咗信未咧？即係好期待封信裏面嘅內容係乜嘢？封信咧就我個筆友啦，喺監獄裏邊寄翻俾我，喺石壁監獄即係服緊刑嘅一個囚友啦。7年前喺朋友介紹下，黃長貴加入咗一個志願組織，成為同囚犯通訊嘅筆友。佢而家一共有9個筆友，1/3都係被判終身監禁嘅囚犯，唔少同家人朋友已經冇聯絡。呢個社會上面咧都有一啲偏見，即係覺得佢哋做錯事啊，好少人會理會呢班在囚人士咯。所以我覺得我都會做寫信俾佢哋。其實佢都係人一個啦，人都需要關心鼓勵嘅。在囚人士喺一般情況下並唔可以透過電子方式同外界聯絡，只可以靠書信往來。黃長貴做咗囚友筆友7年，佢話慢慢發現，其實書信比起其他通訊方式有更大嘅威力。佢記得一位因為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嘅囚友，同太太2個仔失聯近10年，因為一封親筆信成功令父子破冰。佢話俾我知，其實佢都掛住屋企人。咁我就話，不如你試下開始寫第一封信，話俾佢聽。其實我都好想同你見面，或者我想知道你近排嘅近況。咁最終冇諗過，隔咗咁多年，一對仔仔終於肯嚟見佢。我相信佢收到爸爸寫嘅信嘅時候，勾起佢就係細個嘅時候，爸爸會帶佢去邊度玩，係點樣生活，一啲嘅畫面。而見到嘅筆跡嘅時候，就會諗起爸爸原來仲喺度嘅。今時今日要聯絡一個人，
只要發一個電子訊息，彈指之間就可以傳到千里。不過喺通訊科技仲未咁發達嘅80、90年代，要聯絡，唔少人就要靠一部大哥大電話。更加早期嘅，可能係一部只係能夠顯示數字或者中英文簡單訊息嘅傳呼機。連傳呼機都未有嘅60、70年代，就要去士多或者人哋嘅屋企借用轉盤式電話。3235腹肌，密碼唔該1234，白兔仔5支旗杆不見不散。其實喺未有智能手機、電腦、傳呼機甚至轉盤式電話嘅年代，同親友聯絡、揾工、認識新朋友，都係靠一張紙、一支筆。喺50、60年代，香港有唔少寫信佬幫人代筆寫書信為生。印刷報紙亦都有成精筆友嘅欄目，俾人以筆會友，傳情達意。靠書信聯繫嘅年代，36歲做財務策劃嘅黃長貴，7年前喺朋友介紹下成為監獄囚犯嘅筆友，而家一共有9個囚犯筆友。除咗寫信，佢每個月仲會抽2日探下同佢通訊嘅囚友。呢一日天都未光，佢就起身，帶埋洗頭水、毛巾等嘅日用品去赤柱監獄，探一個因為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嘅筆友。我同佢通訊咗差唔多7年嘅時間，係我嘅第一個筆友，亦係我第一個做探訪嘅人。黃長貴話：最初決定去探呢一位囚友，係因為有一次喺書信入面得知佢已經幾年冇人嚟探過，好希望有人嚟探訪。於是黃長貴就向有關志願組織申請做監獄探訪員。不過佢坦言，起初要同呢一位筆友見面，心入面都有啲忐忑不安。會唔會一啲好似黑社會大佬咁樣啦？甚至可能我會覺得係佢對我嘅生命會唔會有危險咧？我其實好緊張嘅，第一次見佢嘅時候，我真係好緊張。我哋會唔會係可以 connecting 到咯？不過幾次見面同埋持續嘅書信往來之後，黃長貴嘅恐懼一掃而空，大家仲建立咗一種微妙嘅信任。我點樣覺得佢信任我咧？就係佢肯終於講出佢嘅案件情況啦。因為好少人會係赤裸裸話俾你聽我犯咩事入嚟嘅，所以佢講翻佢成個 case 俾我知嘅時候咧，我就好肯定地去信任我。當佢肯講佢內心世界嘅時候咧，我發覺佢係一個肯聽人意見嘅人嚟嘅，所以我先會覺得我同呢個人可以繼續交流落去咯。每一次探監之後，黃長貴都會寫翻封信俾啱啱探完嘅囚友，分享翻見面嗰陣嘅感受。睇翻同被判終身監禁嗰一位囚友多年嘅通訊，黃長貴話自己喺過程當中都有好多感悟同埋得着。佢嘅事件令到成個家庭破裂啊！佢話要多多珍惜與父母、妻子、子女之間的緣分。生命真的很短暫，短暫得讓我們來不及回頭。我相信佢寫呢兩句嘅時候係出於內心嘅，因為佢寫嘅字咧比平時咧係密密麻麻嘅。
寫啲字係深色啲嘅，可以睇到佢筆跡嗰個力量啊！我覺得係去着緊啲，佢想帶出呢個 message 俾我知，真係要珍惜屋企人啦。睇到呢幾句嘅時候，我就喺度諗翻起啊，其實我第一次同爸爸媽媽一齊去旅行係幾時咧？同埋係去邊度咧？咁都有嗰啲反思咯，忽然間。可能我哋成日覺得爸爸媽媽日日都見到，但係原來唔係一個必然嘅事咯。